头哥回来咱台湾，咱来关心年代旅游咧过年的期间，甲台湾的旅客带去越南游览，不过因为欠当地旅行社费用，所以才旅客红棒分照。旅行社因为涉嫌诈欺，目前北检已经咧侦办。红欠钱的华德航空台湾代理商嘛向法院申请加扣押，而且批评年代旅游阁欠因400多万。 提出甲年代旅游负责人林大军的通联记录，华德航空台湾总代理业者讲，因为林大军先落行钱，毋过逐工刷一直签约时间，19早起做最后的通知，林大军回答：今仔日代志较济，请斗3天，也是约一时间讨论，也是无讲到行钱的代志，所以决定向法院提出加扣押，避免脱产唔行钱。没有办法能够很肯定的承诺你或答应你什么时候可以支付这个款，他还有一个750万在中国信托。 好的一个质押，对，那我们就照这样子的情况来跟他做一个假扣押。富国岛旅游纠纷偏保协会接到30多件申诉案件，因为电话询问也真济，预定案件数会阁增加，还未出团旅客退费差不多1300万，国家互人放婚照、甲离付的金额，总赔偿金额差不多2000万。年代旅游和偏保协会2名前有投保1000万利益保险，偏保协会会协助旅客进行团体诉讼。 3月18日之前呢，一定要来做申请的动作。那在保险公司的一些相关的保单的启动理赔整个程序，这个案子做到来可能要半年到1年的时间。产业业者是分析，年代旅游目前互人下令停业3个月，债务冻结，也互偏保协会2名进行理赔机会大。官公署统计，今年2月至4月，年代旅游也有430个旅客已经入信用卡购买商品，因为确定无法度出团，会当先向银行申请争议款项。那特别的检视是讲，对年代旅游收团了后，因为欠费甲旅客放婚照，已经主动分他日案侦办，案由是诈欺罪。记者综合报道。